继续来看这个总统赖清德访问到太平洋的邦交国，讲过境关岛进前，有甲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强生通过电话，到关岛了后，有去总督的官邸，嘛有入去议会，是第一个踏入到总督官舍甲议会台湾总统。 关岛总督官舍响起中华民国的国歌，总统赖清德过境关岛，毋若是头一位踏入总督官舍的台湾总统，内底阁有国旗甲放国歌。看真，赖清德甲关岛总督古雷鲁握手的时，古雷鲁将总督府的纪念碑放入伊的手内，代表祝福甲友谊长存。关岛和台湾 都位处印太第一岛链，共同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。我们应该要更紧密地站在一起，为印太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。Let us continue to build on the strong foundation of trust, respect, and mutual benefit that defines our relationship. 美国方面对赖总统的访问的重视嘛，展现在地议会。 接受邀请，甲议员进行闭门座谈，嘛变成头一位进入关岛议会的台湾总统。关岛议会已经连续4年通过决议，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，是协助台湾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。我要代表台湾人民，表达最诚挚的感谢。 事实上，台美关系愈来愈好，唔是干那伫关岛尔。去关岛进前，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强生伫昨下晡甲赖总统通过电话，这嘛是赖总统就任以来头一摆甲强生通电话。关岛长期立场挺台，被视为台湾在国际坚实盟友，同时也是美军重要的战略基地。对于赖清德过境的接待规格更是备受关注。以上是记者林方国峰随团采访报道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